眾百姓齊聲說：耶和華所吩咐的，我們都必遵行。出埃及記24章3節。神俾以色列人好多教導，但係喺仲未開始文字記錄嘅時代，佢哋係點樣記低神要話俾佢哋聽嘅說話，並且傳承俾下一代呢？答案其實好簡單，就係佢哋牢記神所講嘅。以色列人將神嘅話大量儲存喺個人、家庭同民族嘅記憶當中，同時以口傳嘅方式將神嘅教導整全咁傳承俾下一代。話語嘅希伯來字象徵含義係兒子的道路。你有冇發現啊？講話係父親將條道路指俾個仔睇，將生活指南傳承俾佢。呢個係一份建立喺父子關係上面嘅溝通。喺希臘嘅世界觀當中，溝通單單係為咗傳遞信息，而唔係建立關係。如果只係單單要將信息傳遞出去，咁電台、電視同網路皆可以取而代之。反觀希伯來人嘅想法就唔係咁樣。若係要遵守神所吩咐嘅，首先必須要同佢建立關係，就好似父子之間嘅互動。除非有呢一種關係，如果唔係，就唔算係實質嘅溝通。當我哋同父神有咗真實嘅關係，佢講嘅每一句說話，身為孩子嘅我哋聽見咗就必須要去行動。又有舌頭如火焰顯現出來，分開落在他們各人頭上。使徒行傳2章3節。聖靈喺五旬節傾倒下來，點解被描寫到好似火舌呢？耶穌受洗嘅時候，聖靈唔係個形狀好似鴿子咩？五旬節嘅時候，聖靈意外地好似火嘅舌頭顯現，令到在場嘅數千人都震驚不已。如果你知道希伯來字祝福嘅拼寫，就會明白如火嘅舌頭其實係一個祝福嘅標記。希伯來字嘅祝福由字母 A、S、R 組成，正好係火降在頭上嘅畫面。R 嘅字母圖形係人嘅頭，再加上火嘅概念。A 係強烈， S 係吞滅。當聖靈如火降喺人頭上嘅時候，正式咁宣告上帝嚟係要施予祝福嘅。不過有一點要留意，經文講有好多火嘅舌分開落在他們各人頭上，但係動詞落在用嘅係單數形式，意思就係一份聖靈分俾好多人。